小紅書班獨立女性啊，而家排隊唔係搶 iPhone，係爭住隊高潮針啊！前幾日啲醫美股無啦啦癲升，個個睇到傲晒嘴。呢行明明呢幾年做到甩皮甩骨，啲技術街坊價大平賣，盤數薄過阿婆塊面皮，金鋪點解會回光返照？原來琴日流出單不能說的商機，係啊冇眼花，而家興科技撈過界，執樣已經唔夠癲。最新玩法直頭幫你裝修埋下面。小紅書啲高潮針體驗團爆到射，預約 full 到出年聖誕啊陰公。由子宮頸打 HPV 到蘋果肌打幹細胞，水光針未回本又焗馬吉，今次仲狼死，殺出個高潮針，直頭同你荷包個子宮做絕育。究竟係女士們真係識得寵自己，定係又俾班資本佬當水魚咁劏啊？真係要問下班富婆點解咁捨得啦？呢支高潮神器究竟係乜春？刨完資料真係笑到夾夾聲。首先班商家 sell 到天上有地下無，由冇變有，零變一，打支嘢即刻叉爆電，敏感度好似 Tesla 彈射起步。仲話全球4分1女人未試過高潮，吹到天花龍鳳唔屎本價。實情呢壇嘢唔係新屎坑，醫美界擺咗上神台幾年啦。原理好簡單，抽你2桶血。過機變身 PRP， 即係高濃度血小板血漿，再懟落高潮敏感帶。班 sales 仲加氣話乜鬼 PRP 入面有生長因子，會令神經線裝修升級，搞到班 MK 每個心喐喐。而且就咁儀器嘅技術，一針居然夠買部 iPhone 15 Pro。為求真相，我直踩國家藥監局官網，果然有料到。支針雖然攞正牌，但注明係第3類醫療器械，即係合法過海關，危險過食河豚。批文寫到明只係準整血小板漿，至於打落妹妹度會點，安唔安全，關人個關啦。最爆笑係正經醫學界點用 PRP， 骨科夠長駁骨，皮膚科填氹補倉，班醫美佬居然拎嚟裝修後花園，真係癲過 CCTVB 劇本。總結：部機合法，技術存在，效果靠估，安全賭明，爆紅秘密，咪又係食住班女怕唔夠嗨嘅死穴。同埋性教育漏過瑞士芝士嘅漏洞，與其話係高潮針，不如叫智商稅安慰劑。資本佬部情緒收割機，金鋪又割到盤滿缽滿啦。呢個消費大時代，個個年齡層都有自己嘅交智商稅儀式，呢啲就係現代人嘅另類贖罪券。60後阿伯阿禪晨早霸位搶免費雞蛋，轉頭俾量子磁能被劏足5000人仔。80後中產揸住支部 tax 當 office 通行證。00後細路女抽盲盒抽到要瞓麥記，原來資本最叻玩年齡歧視式割韭菜，將你班友嘅集體焦慮抹高價，再按出生年份劏到開花。行過屋企樓下間太極量子養生館，朝早7點已經排緊班白頭佬，個個以為4980蚊買張細胞回春淡可以同閻王講數，轉頭望下隔籬棟甲級寫字樓，班老友每年科3皮嘢打熱瑪吉吊命。再掟2萬銀上尖房打卡托市，仲要俾錢打 HPV 當買即場平安符。最癲係而家班 Z 世代拎住隻泡泡瑪特隱藏版當社交通行證，閒魚網炒到夠錢睇演唱會，小紅書鋪限量版多過鋪自拍。原來寂寞都可以當 Bitcoin 咁炒，市場劏客3招拆零。對住60後將驚死病變成高科技養生贖罪券，對80至90後把怕老恐慌打包成抗衰老定期存款，對00後將寂寞空虛冷鑄成社交元宇宙通行證。呢鋪世代大龍鳳其實係人口同資本合謀嘅結果。60後食唔晒嘅紅利，80後供緊嘅流奴人生，00後嘅自己錢自己爽主義，全部變成韭菜田。正如嗰個羅勝誥話齋，每代人都有自己嘅知識付費。亞百科俾治療床，中女課金打童顏針，後生妹供養交公仔，咪又係同一個局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